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神经科的医师吴慕涵表示，偏头痛伫个神经科的门诊是正常看的头痛疾病。伫个台湾，大约每10个人都有一个有偏头痛，而且女性患者是男性的3倍。虽然大部分的患者只靠止痛药啊就能缓解，但如果是慢性的偏头痛，就必须要找神经科来治疗，或者考虑申请健保的肉毒杆菌素的注射疗法。目前肉毒杆菌素已经证实说是可以预防慢性的偏头痛。好，那美国是在2010年就已经通过可以治疗这个慢性偏头痛。那我们台湾是在2017年才有核准这个肉毒杆菌素来治疗慢性偏头痛这样子。那为什么肉毒杆菌素可以抑制这个头痛呢？主要是它可以抑制我们神经里面的一些会引发偏头痛的化学物质啦，包括这些CGRP 物质、脯氨酸等等这些。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肉毒杆菌的这个毒素，它去抑制我们这些神经的物质释放，去减少它的头痛的一个发生这样子。虽然目前有健保给付肉毒杆菌素治疗慢性的偏头痛，不过申请的过程还佫需要医师的处方、口服头痛的预防药物，搭配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调整，加患者头痛的记录评估等。一旦通过，就应该安排3个月时打一解，至少半年的疗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